大家好，我係肥周，今日同大家講下2025世史科嘅熱門題目，題目係追溯同解釋1900至1945年間日本對西方列強嘅外交政策。喺1900到1945年呢段期間，日本對西方列強嘅外交政策分咗3個階段變化，分別係1900至1919年嘅二元外交時期，1920至1930年嘅協調和平外交時期，同埋1931至1945年再玩返二元外交時期。首先講第一時期啦，1900至1919年呢，日本對西方列強呢就玩兩面手法嘅，一方面呢同英美呢啲國家呢 friend 底，另一方面呢就同德俄交惡，好似1902年同英國結盟搞英日同盟咁。到1908年，美國國務卿盧特同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簽盧特高平協定，美國認咗日本喺朝鮮嘅特殊地位。1917年，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同美國國務卿南新簽石南協定。1918年仲跟美國隊去攻打俄國紅軍。到1919年巴黎和會，日本仲以戰勝國身份同英美坐埋一台。但係另一方面嘅，日本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，搶滿洲同朝鮮，最後簽朴茲茅斯條約，攞到庫頁島南部。1918年趁俄國革命出兵西伯利亞，佔埋庫頁島北部。1914年仲向德國宣戰，搶咗佢哋喺中國山東嘅膠州灣租借地。到1919年巴黎和會，仲聯同其他國家嚴懲德國。呢啲都睇到日本嗰陣玩緊兩頭蛇外交。其實日本自從明治維新開始就諗住要富國強兵同殖產興業，為咗提升國際地位同搶資源，佢哋一方面同英國結盟扮文明國家，另一方面就同俄國、德國開戰搶地盤，好似日俄戰爭搶庫頁島南部，一戰期間佔膠州灣都係為咗呢個目的。到第二時期，1920至1930年，日本轉態玩協調外交，首先加入國際聯盟做常任理事國，又喺華盛頓會議同英美簽4國公約、5國公約同9國公約，同意限制海軍軍備比例，主力艦5:5:3。1922年仲將山東還返俾中國。1925年同蘇聯恢復邦交。1928年聯同法國、美國搞海洛格台伯利安公約。1930年再簽倫敦海軍條約，定埋巡洋艦比例10:10:7。睇得出呢一段時間日本好落力同西方國家保持友好。點解會變咗協調外交？第一係國際環境影響，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和平主義，各國都怕打仗。第二係日本國內政黨政治抬頭，好似平民首相源敬就壓制軍方勢力，重要職位都俾政黨成員做。加上1929至1931年外相弊源起重郎，主張用經濟擴張代替武力，所以先有呢段和平時期。到第三時期呢，1931到1945年呢，日本又變返惡死，對英美法強硬，轉頭同德意結盟。1931年918事變之後，日本唔理國際聯盟里頓調查團報告繼續侵略。1933年索性退出國聯。1936年同德國簽反攻公約。1940年正式同納粹德國、法西斯、意大利組成軸心國，仲搞大東亞共榮圈打英法荷殖民地。同年偷襲珍珠港，同美國開戰，搞出太平洋戰爭。日本轉行侵略外交嘅原因有2大方面，首先係國內經濟僕直。1927年日本爆鑊金融危機，股市插水，東京周邊40幾間銀行排長龍擠提，最後執笠。到1929年全球大蕭條，歐美各國玩貿易保護主義，將日本貨入口稅加到飛起，搞到日本出口插水50%，連海外買必需品嘅錢都冇埋。失業大軍1930年衝到300萬人，全國上下眼紅西方列強喺東南亞啲殖民地，想搶人哋地盤嚟救自己經濟，所以先對西方列強咁惡死。第二個原因係軍國主義撳住嚟打。隨住政黨政府玩完，日本冒出櫻花會、血盟團呢類激進組織。北一輝1919年寫咗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綱，教人搞革命。田中義一喺1910年
搞起個帝國在鄉軍人協會，軍佬勢力越嚟越勁。到1931年，軍國主義完全騎劫晒日本政權之後，所有首相都係軍人做，唔單止唔再同西方國家有偈傾，仲要打劫人哋喺東南亞啲殖民地，最後同德國、意大利黐埋一齊，祖族深國。總括嚟講，1900至1945年，日本對西方列強嘅外交策略分3個階段。頭20年，1900至1919玩兩頭蛇，中間10年，1920至1930扮乖仔，最後15年呢，1931至1945又變翻惡霸。每個階段嘅變化都同日本自身嘅經濟同政治狀況息息相關。大家好，我係肥洲，今日同大家講下2025世史科。